出社會以來，你有冇試過安安靜靜咁睇完一本書？返工返到冇晒靈魂，一放低部電話就眼瞓，想學嘢又話俾自己聽冇時間。買落嘅書10本有9本睇到第3章就收埋。呢度係欲求懶知識，我哋做嘅嘢好簡單，將一本厚到揼死人嘅書先拆解再精煉，用1程車嘅時間，以最懶嘅方式攝取最精華嘅部分。你唔使睇晒成本，你只需要精明地懶就可以。準備好未？我哋出發。你有冇試過明明冇得罪人，做嘢又落力，但喺公司就係好似同人隔咗一層，冇人想溝通。開會你講嘅嘢冇人理，轉個人講一模一樣嘅嘢，即刻一堆人和議。你以為做人靠實力，點解偏偏最有本事嗰個唔係最多人中意嗰個？呢個問題一本90年前嘅書已經答咗你。今次我哋拆解人性的弱點，作者戴爾卡內基 Dale Carnegie， 佢係全球賣過千萬冊，連500強企業都攞嚟做培訓嘅人際關係天書。講之前記住一個畫面，一盞聚光燈，每個人一出世都想企喺盞燈下面，俾人睇見，俾人重視。而呢本書教你嘅係一個好反直覺嘅動作，唔好搶盞燈，調轉將你盞燈照住對方。呢個畫面今集由頭跟到落尾。批評係人際關係嘅頭號殺手。第一件事，卡內基叫你戒掉嘅係批評。你可能會諗，佢做錯咗，我點解唔可以指出？但問題係，冇人會因為俾你鬧而覺得自己錯。批評就好似攞住盞燈，死命照住對方嘅缺點，佢唯一反應就係遮住塊面閃開，然後憎返你。卡內基講過一句好狠嘅話，大意係任何蠢人都識批評、指責同抱怨，而大部分蠢人都係咁做。你越指出人哋錯，佢越要證明自己冇錯。你贏咗道理，輸咗個人。諗翻轉頭，你自己俾人當眾指正嗰陣，你係心服定係只係嬲？由今日起，想批評一個人之前，先忍3秒，問自己：我係想佢改，定係只想發洩？想人中意你，將盞燈調轉照住佢。咁點樣先令人中意你？好多人以為要令自己變得更有趣、更出色，講多啲自己嘅威水史。但卡內基話啱啱相反，你越急住講自己，人越唔想聽。真正令人中意你嘅，唔係你有幾有趣，而係你對佢有幾有興趣。將你盞聚光燈由自己身上調轉照住對方，問佢、聽佢，對佢嘅事真心好奇。佢舉個好簡單嘅例，做一個好嘅聆聽者，鼓勵對方講佢自己。你靜靜咁聽佢講半個鐘，佢會覺得你係佢見過最好傾嘅人，就算你冇講幾多句，因為每個人最關心嘅始終係自己。你俾到呢份專注，已經勝過1萬句客套。由今日起，同人傾偈，少講一句我，多問一句你呢，然後認真聽。人心最深嘅渴望被當成一回事。講到底，人際關係嘅核心，卡內基歸納成一句：每個人都渴望被重視。呢種想俾人當一回事嘅渴望，深到你想象唔到。佢話呢個係人同其他生物最大嘅分別。最實際嘅一步，記住同叫得出對方個名。一個人嘅名字對佢嚟講係全世界最好聽嘅聲音。你記得清潔阿姐、保安大哥個名，叫得出嗰一刻，你已經將盞燈照咗喺佢身上。仲有由衷嘅欣賞，唔係擦鞋，係真心睇到對方嘅好，講出嚟。分別喺邊？擦鞋係為咗自己住數講嘅假話，欣賞係你真係睇到，然後如實講。我哋成日慳讚美，好似講一句好嘅話會蝕底。其實你一句由衷嘅肯定，可能係對方今日唯一嘅光。由今日起，揀一個你平時當佢理所當然嘅人，
真心咁多謝佢一次。贏咗場交，輸咗個人。最後一 part 講點樣說服同改變一個人。大部分人嘅做法係講道理，駁到佢啞口無言，以為咁就贏。但係卡內基話，天下間唯一贏得到爭辯嘅方法就係唔好爭辯。你駁贏咗，對方口服心不服，反而更加憎你。你贏咗場交，輸咗個人。想一個人改變，唔係照住佢嘅錯嚟鬧，而係先照亮佢做得啱嘅地方，先由衷讚賞，再婉轉指出可以更好嘅位。認錯就先認自己嗰份，梗係要俾對方留翻面，因為人一旦覺得受尊重，佢先肯喐。你越想壓佢，佢越縮。由今日起，想叫人改一件事之前，先真心讚翻佢一個做得好嘅地方。由頭到尾，呢本書其實淨係想你明一件事：人與人之間爭嘅從來唔係邊個啱邊個醒，而係邊個令對方覺得自己重要。你唔使變成另一個人，你只需要肯將盞燈調轉照住人。講完本書到我。講真，我第一次揭呢本書嗰陣，心裏面有啲抗拒，因為教你點討人中意，聽落好似好世故、好功利，好似叫你去擦鞋、戴面具做人。但係睇睇下，我先發現佢講嘅唔係手段，係一種好簡單嘅溫柔。多啲望住對方，少啲望住自己。我諗翻自己頭幾年返工，成日覺得冇人明白我，冇人睇到我做嘅嘢，個心好唔抵。但係我而家先醒起，嗰幾年我有幾多次真真正正將盞燈照住過身邊嗰啲同事。我記唔記得隔籬位同事屋企出過咩事？我有冇多謝過每次幫我 cover 嗰個人？原來我一路埋怨冇人重視我，但我自己都一直將盞燈死死咁照住自己。呢本書真正 hit 到我嘅，唔係點樣令人中意我，而係佢逼我問我有冇好好對待過身邊嘅人。喺一個個個都攰，個個都想俾人睇見自己嘅環境入面，你願意先照亮人，其實係好難但係好珍貴嘅事。我唔想再做嗰個淨係等人照住我嘅人。我想由聽日返工開始，將盞燈調轉。講到尾，人性的弱點唔係我哋唔夠好，係我哋太想俾人睇見自己，而忘記咗望人。所以我想問你，今日同你傾偈嘅人入面，你有冇一個係真心咁將盞燈照住過佢？你哋仲想睇邊本書？留言話我知，下次可能就到佢。我哋用理性去對話，用閱讀去思考。我係一蘭，下次見。鍾意嘅話記得訂閱、留言、開埋個叮叮鐘。